大家好，我用我妹妹的 Gmail 来用。诶，那就这个嘛，我就，你讲我诶，全英文嘛，好，你怎么样？诶，大家拢有看到吼？好，我先自我介绍，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王俊南，我的绰号叫做大鸟。我今日要分享我跳舞的我看法个类型，个我影片。啊今仔要分享四个大纲，第一个是我的跳舞的日程，个伊的跳舞的起源，霹雳舞这个起源。第三个是霹雳舞的四大元素，个有我的最后一个是我的影片的分享，分享啊，分享啦，分享，歹势。我第一届我接触接受霹雳舞的时阵，是伫我高中的时阵，差不多高二吧。迄阵看到阮朋友伫司令台看伊伫遐跳舞，伫遐拍，我讲这有够帅，我嘛想要来学看觅。伊讲好啊，无你来做伙练看觅。我就好一开始想讲看伊咧做，敢就简单安尼。结果无，这霹雳舞这真正一开始练甲规身躯拢伤就是破皮无就是可能你的肌肉拢酸痛安尼。就是了，因为迄阵高中要考大学嘛，迄阵要考迄学测，我就有停一段时间。停差不多要满档吧，然后了，搁要倒来跳，有倒来跳。因为迄阵真正看，因为真正介意跳舞啦，所以但是我咧考学测的时阵，嘛是有偷偷练因为我妈迄时阵其实无啥介意我跳舞，伊感觉跳舞的人，就是迄阵的想法就是可以讲，可能就是跳舞的人做变态，或者是食毒啊，什么？因为迄阵的因的印象就是较古板，就是我袂因为我感觉霹雳舞这个物件，无时间互你做歹代志，你管要练舞，就是光是要练舞的时阵，就爱开这个时间这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我做伙讲好。有回突然就是用介意跳舞，是因为后壁练甲就有迄个成就感，就是有迄个新歌因为这真正开出个时间，我开差不多一项物件要安尼练，至少要开2、3档，才有法度练甲足好。因为迄阵较早迄个资源无遐好，我差不多我跳舞已经差不多8、9档因为迄阵资源无像即摆资源，迄你 YouTube 找安尼就拢有迄个什么所以阮迄阵练舞拢是做伙练，所以迄阵人足济，人超去济，甲互你真正无位好练。霹雳舞是 breaking 对，我等下甲你介绍。迄个头讲到对，小姐对，迄阵足济人，所以阮迄阵就是有一个带头的，拢会带阮做伙练，阮拢会规定讲，阮有一个群组，
讲规定讲就是你今仔几点？今仔7点哦，招好，我是台南人，所以拢会迄时拢会招迄麻豆，迄首府大学，迄时较无人，所以阮拢会偷偷去遐练甲一晚。啊，阮就看今仔要抄啥，上好我会介绍一个叫安贝，就是像叫什么啊？像汤马士回旋，你有听过？反正我等下互恁看影片。啊，迄时我就会伫遐抄，就是可能每一人爱扫200块还是300块安尼，对。啊，所以迄时练靠有迄靠种向心力啊，会想要做变强安尼，所以愈练愈有迄个成就感安尼。啊，但是迄时阮老爸甲阮老母真超无啥介意互我跳舞，伊讲你安尼足受伤。你知影我因为我迄时甲阮老爸老母跳，我跳舞，我去甲阮兜的人发生迄冤家安尼，是像迄革命。啊，怎讲？就是因为阮妈妈拢歹，因为迄时无奥多摆嘛，啊，兜脚踏车，啊，迄时住安定，啊，要骑去麻豆。你知影我骑脚车骑要1小时，也骑到遐，因为阮兜的拢歹够走，所以我拢足近的，就拢家己骑脚车去，真足想要练舞。啊，无就是像迄阮回时半暝啊，阮朋友会招我要练舞，啊，我趁阮兜的人咧困的时阵，然后就是偷偷出，结果有一摆就是叫偷偷翘倒摆强掠着，然后就来就强拍，嘿，啊后壁其实后壁阮妈妈、阮爸爸一开始做反对，后壁豆豆啊有迄头，因为阮兜是住像迄个什么啊，像迄透天的，所以边仔说迄邻居啊，因迄想法较袂像阮兜的人较古板，阮兜的人即摆较袂晓古板，啊伊就甲阮兜的人安尼讲一个，然后后壁拢有摕着迄冠军啊，啊无就是前几名安尼，前几名，啊了就是因就达到放心啊，就感觉跳舞这物啊，毋是歹代志。啊，第4点，我第一届赢迄冠军的时阵是甲阮朋友一届去组队去比赛，啊，阮想讲啊无来算看卖好啊，因为想讲来去试看卖，啊有赢无赢拢袂要紧，啊结果后壁就真正得冠军啊，啊，迄时阵就感觉原来怎讲，就是感觉跳舞安尼，就是可能对成绩较重视啊。后壁就感觉我会想要一直比赛，因为我感觉安尼会摕到，我感觉有荣誉感，啊个会晓有出人会晓我看，安尼我会愈来愈就是强视啊，就是哇，我安尼就是怎讲，一反正就是足欢喜的，就是足爽的感觉。啊，第5点，因为即摆霹雳舞已经愈来愈发达，你通看我像迄外口跳舞的影片，拍霹雳舞，去 YouTube 拍霹雳舞，即摆的影片就是愈来愈发达，然后就是迄个奥运哦，奥运已经免那迄个霹雳舞。迄个是奥运。哦，奥运要纳入霹雳舞的看法，我是感觉佫袂歹，因为虽然讲种物件就是怎讲，客观甲主观的意见，即摆讲伊即个街舞的评判的标准，大家分迄个标准拢无共，所以但是我感觉也要纳入奥运的话，爱有一个规则，一个迄个什么，一个系统，安尼人较袂去有迄个什么纷争咯，就是就是迄规则拼大声安尼像。嘿，对，就是有一个规则啊，较袂向遐讲，你讲是怎讲，就是有一个规则在，较袂互人感觉
诶，黑白母，黑白平分。对，黑白平分啊，嘿，歹势，淡薄紧张。啊来，我要介绍霹雳舞的起源，伊是一个街舞的风格的一种，阮拢叫这个 B-boy， 啊，有查某迄条叫做 B-girl，B 的头前叫 breaking， 所以阮会叫 B-boy 简称啊。啊，伊是1970年代的，起源于美国的纽约的布朗。你有讲纽约就好啊。哦，纽约。啊，伊是一种以个人风格为主，伊的体育性较悬，啊，佮有伊的技巧的街舞，所以爱开出个时间，佮有你的身体控制，所以种舞风即种舞风真正是较吃苦。啊，虽然伊的自由度相悬，所以有融入无共的肢体元素，像迄踢踏舞或者是扫沙舞，然后体操，啊无是中国武术，武术。武术嘿。啊，像 breaking 就是像阮上老比赛就是像安尼battle，就是安尼相同面对面啊，伊是一个 breaking 的上重要文化，因为阮拢是靠这安尼看去送去赢，安尼就是去安尼比看送的风格，看对一个评审上佳的。啊，伊的形式有1对1，有团队团。团队团的时候可以3对3，啊无就是5对5。啊，佮有七支烟，这我来介绍一下，什么叫七支烟？假如遮一个人，啊，你遮有6个人，总共7个人。啊，伊安尼去比，一个去比一个，这个也赢，伊个去拍第二。啊，这个继续一直赢7分，就是伊赢。安尼叫做七支烟 ，7 to 4。所以，我问一个问题，就是讲你头拄你讲迄个制度是7支分是？7支分。就是讲，比如讲，就是一边就就是2队，一边是一个人，啊，另外一个是6个个是。这一个人，啊，这6个人，啊，较输的这个人，甲这6个人拍赢，伊就摕7分啊嘛。嘿。就是。迄个7是拄加来安尼。嘿，就是先赢7分就是赢。哦。嘿，所以这个形式较无共。啊，正常来讲，就是1对1，啊，无是团队团。啊，所以我感觉 breaking 这个运动啊，当就是奥运要推动至2024，可能会推动啊，但是佫不一定会纳入，因为因佫有咧争议，因为有人就是我头拄讲的意见无共安尼。啊了是，我要来介绍叫霹雳舞的4大元素。第一个是摇滚步，第二个是排腿，一个是大涂骹，就像风车大车链，人讲的大车链，啊，一个是定格，就是像瞬间迄种 freeze， 我等下互恁看。第一个摇滚步，伊是会当就是徛的，做出无共的舞步，所以你的身躯要有运动，所以伊的自由拢足悬，看你想要安怎跳，拢会使。对迄音乐，去对迄拍安尼，这叫摇滚步。阮的英文叫 top rock。然后第二个叫排腿，叫 full walk。阮拢叫讲 full walk 较济，其实主要叫down rock。啊，排腿是阮跳舞的人用手去做，去迄个支撑，去用支撑身体。你是用手来提安尼是？用
手安尼摕，然后去用去用卡表现安尼。对，就像度这度安尼。所以阮的手拢会甲这拢是去迄个结。结难哦。哦，结啊！啊，画顺迄蹦起出疼，吼，迄蹦起，迄规个拢一直流血。哦，伊讲碰拍刷流血，哦。对。哦，天。啊。第三个是像定格 freeze， 就是你的迄个什么啊？你的上半身去拄你的身体，然后卖互动，叫做定格。啊，一般像阮这跳舞的伫像迄5、6、7、8、4或8定一个，像安尼像图片这种 freeze 安尼，就是定格。有的人是会用这定格去做迄个像迄衔接表演安尼，就是去对迄个音乐派，较难啊。这翻译超初级，怎样讲？我迄我家己咧讲诶。哦，是，不，后一个是大涂骹，就是像恁一般看诶像迄阿伯啊、风车，拢讲大风车，骹伫迄个天公顶咧拍，安尼。阮这有小可学着迄体操诶动作，是大空车还是大公车？大风车咧，风车，风车。好，多谢。了，这互恁看一下我比赛影片。这个。大约是安尼啦，大约是安尼。安尼我迄介绍差不多是安尼，多谢大家。好，我有一件代志真好奇，就是我有当时啊，就是看阮朋友去咧参加跳舞的比赛，我有看到因会为一个箍啊会放音乐，放了，就是有人会走出去开始跳，我就咧想讲，通常因迄是安怎去安排？就是讲是爱偌久会换后一个人，佫有是啥物款的迄个顺序？是敢是本地就是摆好，还是讲你就想要跳，你就会先撞出去，还是安怎？抑佫有就是伊的评分到底是安怎评？我真好奇。我咧讲，这叫做你讲生日空安尼讲喙，这叫赛无。这无讲人，这毋是摆好诶，可能每一个人听到想要介意诶歌，就会落去。要跳偌久偌长，拢是家己诶，拢家己想要家己跳偌久偌长拢无差。最后是讲，伊诶评分就是像我讲诶，可能评审较介意这个人诶风格，伊可能就会选伊安尼。伊这是一种嘛是一种文化，因为即种就是像，互每一个人想要会当自由诶做家己想，会当互大人比较重视，大人会
就是目睭看，就是会晓较重视你家己，就是咩讲重视家己咧挑啥物物件呢？所以即种方式就是较无共，但是即种嘛是会咩讲？应该是讲即种方式啊，毋是每一人都喜欢，因为有的人可能会惊，因为出侪人围伫遐，然后你食伫遐跳，有人会惊。但是有的人较喜欢安尼，可能跳表演，就像迄跳排舞安尼，啊无就是像1对1比赛。啊，因为即种像迄设计空较有迄种压迫感。但是我啦，我较喜欢，我其实啥物拢会喜欢。啊，主要是讲，你讲这偌久偌长，其实无这袂安怎？你要跳偌久偌长拢无差。主要是迄个评审啊，伊可能介意你的物件，你的风格，可会选你啊。安尼讲。所以主要是爱看迄个评审介意迄个人的风格，还是讲有伊的啥物动作，有啥物分数较难，还是安怎？就是讲，若准讲以后要放入去迄个奥运内底，敢嘛是即种的比赛方式？还是？即种另外一种啊，就是可以1对1安尼。会安尼，对，即种会较像阮一般咧，像咧伫迄街头，可能想要算一下，可能做伙跳舞的朋友，做伙想要设一空安尼算一下，啊无就是有诶时阵比赛嘛，用种方式去比赛，对。啊，因为这较是 free 啊，啊你若讲像迄奥运，迄较是正规，所以伊就可以用，几乎拢1对1来比啊。了解，感谢。拄迄一开始你讲即种舞啊，会当叫做鸡仔路，伫鸡仔路咧跳，吼。啊，所以讲，你若讲，你爱找啥物款的鸡仔路，才会当？你需要啥物款的环境？因为看你手里会较安尼用，啊，你若讲迄涂骹无伤迄个粗，是毋是手会较容易受伤呢？对啊，所以阮拢即摆较重视迄涂骹，啊，你若讲迄较粗的涂骹，像迄表演时阵拢会接到迄种迄吼柏油路啊，啊无就是像迄水泥的涂骹吼，迄我度迄真正就是安尼跳，啊无，因为要趁钱啊，对啊。啊，你若讲比赛伫迄柏油路啊，还是迄水泥涂骹，迄无人会比啊。你讲是迄车厢对，迄都无人要比啊。对，所以这阮是较吃苦，啊，但是就是跳起来就是帅，安尼。对。恁敢会挂手路啊？手路啊，嘛是会啦，但是正常来讲，挂手路啊，安尼做物件会做碍了。哦，你感觉？对啊，因为其实你若讲要去拼迄像迄手凳啊，像迄手凳迄种拼，想要拼迄圈数。空数，人就会可能拄挂手套啊，安尼较袂去破皮。对。啊，无正常讲比赛袂去挂迄手套。对。会加涂骹。大鸟还是爱讲大鸟？大鸟。大鸟是咧吼，我请问哦，你平常拢是当对掠咧练舞啊？我拢伫台啦，较济啊。对掠，叫新台、南台。新台、南台。啊，搁有南。伫学校内底哦。伫学校内底哦，啊无就是南艺。啊，学校以外你会去对？文化中心，台南文化中心。哦。希望有机会看到你当现场的表演。我最近有接到比赛伫高雄，捌表演伫高雄。高雄哦，啊，当时我高雄人。这个叫12月9号的是梦时代。
12月9号梦时代有，嘿，啊，几点到几点？几点到几点？嘿啊，我先记起来。下晡遐差不多7点你就用来。哦，大家迄个楼骹1楼对无？伫迄对，梦时代的。哦，哦，伫时代大道游行啊，因迄有办游行。哦是哦，好，有机会要去看卖诶，多谢。没啊。请问啊，你 YouTube 敢会当看到恁的影片，跳舞的影片？我吗？哎对啊。鸦片吗？嗯我打连接互你，等我一下。好。你讲要看我鸦片是小其他人的鸦片？看你跳舞的影片。鸦片吗？来，我传我几个互你，等我一下哦。我拢是用 IG 较济呢。对。好，我等下，因为我妹妹的电脑，我倒去传去迄个，因为我妹，很久调好啊啦。袂使，我伫家己听，无都调啊。我伫家己听，无都调。我打一个这互恁好，等我一下。打伫遮吗？好，我打。迄个大鸟的大鸟。大叫，哦，大叫啦。因为我当初我来嘛是，讲我这。嘿，好。因为我当初无聊的时阵嘛，去看人迄白头，因为我当初会看人迄 working 也是拍片迄款。啊是讲，我会记得迄阵就是迄冰室嘛，冰室就是坐一排伫中，啊拢通常拢徛数，啊会问讲，啊就是比了，就是主持人抓甲问讲，冰室你准备好未？1、2、3，啊就是比倒一边安尼。啊，毋过我其实嘛毋知讲伊到底是安怎比。啊，通常你咧比迄加罗布的时阵，迄个评审的标准是啥？比如讲你会看啥物款的角度啦，还是讲恁咧评分的时阵，恁大概会看啥物款的迄落，啥物重点是恁重视安尼啦？哦，第一个是难度，伊跳舞的难度。啊，第二个是伊的音乐性，敢有对着伫迄音乐顶悬。哦，你是讲，比如讲迄撇你有动作对迄撇安尼是？对，啊，佮有伊身躯的流动性，就是伊的协调。嘿，协调性嘛，吼。嘿，啊，佮有风格，伊的特色。哦。安尼，技巧的贡献。啊，你讲协调是甲风格啊，这是安怎变？因为协调性就是讲，因为大家拢有咧跳，啊，就是变做讲大家拢有一个平均伫遐，啊，恁看协调性就是按讲像一个看啥物，因为这对我来讲有啊好理解啦。即种嘛，即种嘛要用讲诶，其实淡薄仔歹讲，因为可能即个评审可能介意即个风格咧做出来感觉伫即个用即可能伊其他 DJ 放即个音乐，可能即个人伊跳出来有合迄音乐性，啊，另外一个跳起来虽然有合音乐性，但是就是减一个啥物物件，这嘛就歹讲诶。但是可以看顺眼嘛，顺眼，可以来记住即个人安尼。对。看起来较要安怎讲较主观啊，较主观。嘿，顺眼，较主观啊。哦，安尼啊，比做讲就是评审会先听迄音乐，啊，感觉讲哦，这个人可以跳出来较下迄音乐迄戏。对。哦，安尼学变。因为我做一个外人，然后我伫外口看较灰灰，知影无？哦，安尼是。对，正常来讲是安尼。哦，了解。好。
啊，有，嘛是有。较早之前的时候，阮较老的迄前辈，差不多30、40岁，伊迄阵我听因讲，之前看人袂晓，人强啊，无就是可以无使去弄着，就真正伫舞台遐拍起来，安尼啊。但是即摆较袂晓，即摆袂安尼啊，因为即摆较 peace， 人拢讲较peace， 用武去对决，莫去讲相拍。哇！啊，原来迄电视咧做迄款要打去练武是打是真的哦。对，系啊。但是跳舞的人就是袂变歹，主要是可能较早的人可能脾气较强，因为骨质啊啥货，即摆拢虽然即摆资源拢小济啊，所以你要学的济啊，较袂就是咩讲，较袂有迄个气。之前的因为你资源少啊，然后你学起来，就有迄个霸气，所以你对啊，靠迄个霸气，所以你靠自信。啊，即摆虽然资源足济，啊，你要凊彩学拢会使，所以有的人学起来可能伊会晓，但是伊的迄个什么个人无法度散发出伊的野性啊，或是安尼啊，就是对。